射出火焰，額頭流熱血，人群中萬人的向着前，大地都崩裂，國度快變天，撐得起名字寫於我背面，打不死人自己，就是這大戰，搶給攤破斷崖是昨天，登高峰贏上天卻被現，繼續攻總有人會出現，雨中圈憑什麼話棄權？飛將軍上半場受重傷，劊子手迎敵軍太善良，誰為中那個人鐵一樣，更衣室全隊都讓變強，來到決定時候，兒汗繼續流，男生拿下對手，要開天闢地靠着誰是戰友，怒射出火焰，額頭流熱血，人群中萬人的向着前，大地都崩裂，國度快變天，撐得起名字寫於我背面，打不死人自己，就是這大戰。衝鋒車下半場入沒有，坦克車挨十槍當復仇，噴射機似探視有左右，講組織談陣式力